廣東人嘅秋冬養生智慧都收埋喺呢煲金湯入邊。呢個又係一道秋冬必學嘅港式養生湯——金湯栗子煲雞保姆級教程。你睇下呢個湯色，金黃濃郁，栗子綿軟，雞肉嫩滑，鮮甜又滋潤。做法簡單，跟住我輕鬆煲出老媽子嘅水準。呢煲湯用嘅都係呢個季節最養人嘅食材，唔單止好飲，仲好健脾和胃同埋潤燥噶。食材處理好簡單，粟米切段，淮山、紅蘿蔔去咗皮之後切成滾刀塊。淮山皮黐到手會好痕噶，處理淮山嘅時候最好就戴手套，或者一邊沖水一邊批皮。雞肉加幾片薑片，飛一飛水先，去咗啲血水同雜質，煲出嚟嘅湯會更加乾淨。飛好水嘅雞肉、栗子同粟米先擺入煲，加幾粒浸好嘅瑤柱，個湯鮮甜好多。大火煲滾佢，栗子要煲夠時間先夠粉糯嘅。轉細火，我哋煲20分鐘先。加入淮山同紅蘿蔔，繼續再煲20分鐘。然之後將蒸熟嘅南瓜用羹挖出嚟，加入湯入邊攪勻佢。成煲湯瞬間變得金黃濃郁，南瓜天然嘅甜味就係最好嘅調味，最後加少少鹽就得啦。全部都係當季嘅食材，冇複雜嘅調味，通過火候同時間將本味自然融合。湯水綿滑甘甜，栗子粉糯，雞肉嫩滑，一碗落肚，成個人都暖晒。記住啦，還原港式家常味就係咁簡單。我係黃小丫，下期再見。